俗语讲，分袂平拍甲29暝，伫中央航勤，因为部分年底奖金甲中央航空有差尔，原来迄一天呢，有超过100人依法请假，也是休假。中央航空赶紧就派这个卡手来斗3工。不过，桃园航勤的企业工会表示讲，这个航勤的膝头工作一定要来行，物件放到位，以及要安怎入去机舱等等，这个有可能要驾驶着拖吊车机，所以一般的清洁人员恐惊无遐快学。另外，听讲中央找临时工来代替，并且分时薪300块，这若甲算算呢，一天的薪水恐惊比在业还佫较悬，这嘛引起员工的不满。好几小游客满是大家拢真着急，游客气噗噗，今日当伫咧现场等啊等，全部拢是因为中央航勤烧酒来请假。希望说大家都最好不要别再好，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跟别人差嘛。最好都是跟航空一起走，航空有我们就有，航空多少我们就多少，航空没有我们就没有这样，因为毕竟我们同一个体系嘛。明明拢是共公司，按年底奖金煞无共，为人力网站来看，桃园航勤一个月薪水3万5左右，新武航勤旅馆有3万6，中央航勤是伫咧3万2到3万块。人新武当年了钱，按年底奖金各一个月，中央有赚，竟然嘛是一个月。能走的都去新宇的，就是没有负担的啊，没有家庭的啊，没有车贷房贷的啊，我应该会吧，因为我自己想说就休息啊，带小朋友出去走走。对这件代志，中央经调派人的资源，佮团出过年已经伫咧找临时工。地勤处理是一块非常专业的一门，你想想，我们自己出国的行李，包括联航空公司托运的这些货物，如果是透过这些人来去做一个这样不是专业上面的处理，各位的感觉是如何？来看中央航勤一天做8点钟，加上平均加班2-3点钟，在一个薪水以30天计算，一天超有1066到1166。按团出临时工1点钟薪水坐要300，等于一天上只有3300，比在职的更加多。在这边呢，做了40几年了，每年的奖金一直以来都是要抗争才有，跟乞丐一样。中央回应派遣的临时工只是暂时补缺，未来嘛是会照在职员工的薪水福利来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